再去看世界，镜头来日本。伫日本有伪娘文化，伪娘，这是讲查甫啊，毋过介意装做查某的，这甲因的性向无一定有关系。虽讲日本的社会是较保守的，啊，毋过即马日本的少年辈观念拢已经改变。一寡伪娘伫网络顶悬，也阁有真侪迷众，而且主题餐厅嘛真受欢迎。 老长头问穿短裙，若无讲你毋知影伊是查甫的。即个假影查某人停伫路边耍手机啊，无几分钟，最有人要喊伊讲话。短短15分钟内，就有3个男性要喊伊做朋友，其中一个伫交换社群媒体消耗了后，才发现讲对方其实是假影的查某人。这变装的身份令伫 YouTube 已经有超过30万的观众，算是一个有名的盲情。这个同款嘛爱变装的玛娜，生理性别是查甫人，伊爱的嘛是查某人。不过对伊来讲，穿查某衫是一种表达自我的表现。伊逐个月拢会固定到一间工作室，经过伊的衫穿来翕相。 Do you like this one? 亲像玛娜这种特别来变装翕相的人客，最近是愈来愈多。工作室就讲，原本逐个月人客是100个人左右，即马已经增加2倍。 The full package is great quality. When I do this, I understand women and their everyday problems a bit better. Like walking in heels, for example. 即马伫日本讲到这种假的查某人，真侪人拢知影。但是伫过去的日本社会，变装有可能封掉去关。研究者就讲，伫17世纪的时阵，因为歌舞伎的文化，日本的查甫穿查某衫的算是袂少。但是到19世纪，法律就禁止男性变装，违法的就会封掉起来。爱变装的人只好密起来。一直到2000年初，日本的网咖是出现一大堆假的查某人，变装文化才阁出来。即马甚至有主题餐厅。 They're so stylish. Their figures and postures are so pretty. When I ca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, it was a bit strange. But they're not only cute, they're also attractive. Plus, because they are men like me, we can talk more openly. 这间假影查某人的主题餐厅已经营业14年啊，内的人客是愈来愈多。不过业者讲，一寡人士的态度嘛是较保守，亲像伊希望会当扩大营业，互处处拒绝啦。 Cross-dressers could only find work in gay neighbourhoods or as sex workers. Those were the two options. When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ress as a woman. 但是业者嘛讲，少年世代的观念正在改变，因伫社群顶悬接触愈侪这种假仔查某人的资讯，接受度嘛愈悬。那假仔查某人常常互看到，社会嘛会愈惯势，到时因就会当更较自在，透过女装来展现自我。公司新闻，市湾林编译。